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及個別參與節目人士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你有你講，我哋一定聽，一定俾你講。十級自由風，還理於民。18721111 DBC 一台，數碼大聲台。啱啱出版嘅最新一期《一週刊》嘅1號頭條專題嘅報道嘅主旨呢，就係指控鄭大班為咗要隱瞞 DBC 經營不善，引致到董事會出現分裂嘅情況，所以就散布消息話 DBC 呢係因為受到政治打壓而令到股東呢唔願意再注資支持電台繼續營運。咁我哋就將呢篇嘅報道嘅重點內容呢分幾個段落嚟到討論嘅。咁首先1號頭條話呢，喺上個星期四，大班就首先向蘋果日報宣稱部分股東下令唔可以鬧政府。第二日，大班又喺信報呢再次撰文，就聲稱數碼電台嘅發展呢面對幾座大山，暗示有股東呢係施以政治壓力，更加將矛頭指向李國章、黃楚標兩個人。及後電台又放風指幕後干預嘅係中聯辦。咁1號頭條就話呢一個講法就觸及咗香港人嘅神經啦。咁擔心商台封咪事件再次重演。有聽眾甚至同大班話願意夾錢籌募電台嘅營運經費。不過1號頭條就話呢，據悉大班其實另外有一個如意算盤噶。有大班台嘅員工就透露，雖然唔知有冇政治壓力，但係肯定呢就有財政壓力。其實大班想搞一場政治 show， 呢幾日隨時會落閘。好啦，我哋咧即係5點30分咧，正式呢個 DBC 的前因後果1號頭條啊！我哋請嚟呢一個，喂，未請你出場，講埋阿陳茂波啲嘢先啦。我都話呢一個咧，即係。得係你中意講咩啦，大把人哋斟酒問題咧，嗱，即係阿富咧，家父咧都係喺政界中人啦，所謂係有專業人士啦 ，office 喺中環啦，即係中環出入咧就零舍多料聽嘅，即係老實講，而家擦鞋仔料咧喺中環啲擦鞋仔料已經周圍都傳緊噶啦，即係揸水煲嘅擦鞋嘅都講噶啦，即係陳茂波單料咧。一定咧，仲有下文嘅，所謂冰山一角，啱唔啱啊？啱嗱，咁呢擦鞋仔料就冇嘢嘅，一可能真係聽到有啲人俾料佢哋，一係咧就係純分析，咩叫純分析咧？就話知道啲傳媒嘅運作，擠牙膏，引蛇出洞，冇錯。但係呢招用唔到噶啦，而家因為點解咧？引蛇出洞咧，佢哋而家梁振英用嘅手法好精嘅，去拖字訣。但係你睇到梁振英咧，佢僭建。搞咗幾耐而家，有冇人講啊？仲佢諗住一路係咁拖下，你又唔記得啊？因為鑊鑊新鮮都好難唔記得嘅。唔係佢，唔係民間啊，係真係嘅。咁我哋會提嘅。跟住咧嗱，咁跟住到呢個國民教育，嗱佢又係諗住拖噶，又諗住拖噶。嗱咁而家整個陳茂波出嚟，佢都係諗住拖噶。你明唔明啊？所以你引唔到蛇出洞啊！因為陳茂波而家唔會見你，我就講下帶翻你誒，既然咁想繼續講下陳茂波啊，冰山多我就不能講得太多啦。冰山多幾個角啦。嗱，我今天係呢消息咧係從3個來源嘅。哦，有2個我認為係有料到嘅，有一個咧就係你所講嘅嗰啲分析，即係以總括而言，即係吹水嗰啲，即係有一個即係佢，因為佢亦都係好明顯嘅，即係可能聽嚟聽去咁啊分析嘅。但係有2個咧，我估計我聽完之後咧，我估計係有啲嘢嘅，好可靠。但係問題咧就係究竟呢啲料傳媒有幾多，同埋老共俾唔俾繼續咁樣喺一個咁嘅炸彈式。嗱，你諗下一個發展局局長衰完之後，第2個再衰，咁你 CY 仲可以管治香港，執得啦係嘛？正如頭先我講落閘係特區政府落閘先啦，都快過我哋 DBC 啦係嘛？喂，但係鄭家富咁又唔可以誇大咗老共個影響力去到咧，可以完全控制全港嘅傳媒。咁啊，我有料我唔爆，點會唔爆啊？鄭家富，喂，即係我哋做我哋嗰行冇㗎，撳住啊！而家問題就係究竟嗰啲料係咪真係堅到？咁唔係喎，咁我又唔同意阿黃師傅講，我同意一半唔同意一半。你嗰啲料去到文匯大公嗰啲，佢唔會爆。咁有其他媒體㗎嘛？其他媒體冇㗎啦，而家有幾多？咪來來去係得2張唔聽話㗎啫嘛。一個就蘋果，
一個就明報，明報但唔知佢開邊飯嘅，你真係唔知嘅。因嗰條友明報係難啲估嘅，因為佢沖一涼咧，梁振英又會打電話俾佢噶嘛。今次咧，你講下劉俊豪，今次佢會睇下個電話來電顯示，佢知道嗰個係邊個噶啦嘛，已經。唔係董橋教咗你又唔應該覆佢嘅，叫梁振英揾翻嗰個採訪你嘅記者。作為總編輯，我唔答你啊，係咪採訪緊你？係咪調查緊你？其實而家中環條料就咁嘅，就好簡單嘅，柴仔料又好，揸水煲料又好啦。你條料係點咧？而家就即係話咧，喂，陳茂波兩公婆夾手夾腳揾食，唔會淨係做兩間劏房咁簡單，買兩層舊樓嘅。即係你明個 scale 啊？即係講嗰個規模個規模啊，唔會咁細。咁呢個係分析嚟啫，即係諗下，你咪聽個料啊！而家你咪收料。聽我講先啦，即係人哋話俾料啲柴仔嘅人咁講啊，喂，傻嘅呢班友，俾你見到，喂，大佬咪陳茂波真係唔知老幾啦，賺嗰10200萬咁啊，好開心，佢會做啲咁嘅嘢，哇，走去租幾個劏房。有一間隔咗5間房，一個隔咗3間房，加埋收佢租46蚊尺咁點啫？300尺一個單位，15,000蚊一個月租，兩間加埋收3萬蚊。喂，陳茂波真係攝牙籤咯啊！難聽講啊，即係折墮講啊，攝牙罅都嫌滯啊！咁佢哋唔係話就咁簡單咯，佢就叫啲柴仔去諗下，你諗下仲有冇嘢啊？梗係牽涉到收購舊樓嗰啲利益咧，嗰啲釘嗰啲啦，好多水㗎嗰啲。呢個就係你諗下啦，第3個來源。今日咧，柴仔嗰啲你今日蘋果都話田新啊，就講少咗啦，話佢收購舊樓1年200億係少咗。少咗啊？喂，200億打個 Mr. 10% 就20億㗎啦，Mr. 1% 都2億㗎。係Mr. 0.5% 都1億啊！唔係因為咧，你睇到就算今日呢一件單一事件咧，你問我咧就未必能夠夠咁大嘅火力咧，係令到陳茂波落台。嗱，我就同意一半，唔同意一半。如果一個正常，如果呢個政府係問責嘅，如果呢個政府係一人一票選出嚟都落咗台啦，就即炒咗噶啦。係咯。但係你用另外一半講咧，就話佢哋覺得唔可以一個麥齊光做12日，呢條友做2日，佢唔可以落唔到台嘅。嗱，咁問題就落唔到台，佢要死攬佢噶啦。咪係咯，你明唔明啊？同埋，但係問題攬唔到㗎。喂，當年阿松哥。阿董生死攬住阿松哥真係好慘㗎，因為我知道阿松哥想唔做嘅，一早遞啲辭職信㗎，一出現買車自己要即刻辭職㗎，係董話我攬你，因為當年阿董點講咧？佢話如果我認為你冇錯，我又出嚟講咗你冇錯，跟住你要去辭職，又或者你啲人提議我揾個委員會查你，兩樣我都唔會做。嗱，當然阿松哥係咁同阿董生講，佢一係我辭職你接受，一係你就唔該委任個大法官去查我。佢兩樣我都唔做。嗱，我話俾你聽，你做落去，做到最尾咪董叫佢走，呢啲先叫陰公啊嘛。咁而家要睇下新一屆9月9號整個70人嘅立法會個形勢係點啦，係嘛？即係你睇到功能界別有十幾個係自動當選。我問你啊，富哥，你又做過立法會議員，你資深啦，我就做過1屆立法會議員啦。咁呢樣係唯一我能夠企高啲，唔係企高啲啊，即係證明你衰啲啊。你喺染缸度染得耐過我啊！你呢啲就我走得快嘅，所以你真係好世界啊！大佬呢個染缸咁你係早開頭嗱，你真係唔知咁大鑊，你唔知咁，我係被逼入去嘅。咁啊，同電台一樣，即係同搞電台一樣，唔知咁大鑊。陣間6點鐘講，佢唔知咁大鑊，搞咗先知咁大鑊。依附嘅係啦，幾係㗎？我係一個真係賴依附嘅。由立法會議員到搞電台，你都係咁賴依附。我話俾你一樣嘢啦，你立法會開咗會，大家都明嘅，我唔理你有幾多席保皇黨。係你呢個咁嘅叫做威威哥，你知唔知點解叫威威哥啊？點解？因為佢同人講啊，佢話如果我去做局長，我今日咁嘅政治形勢，一定要威得定威。所以人就幫佢安咗個名叫威威波。呢個 White 威威波，唔係而家佢叫威威波啊，中文就叫威威波。我以為你係好威嗰個威。佢係用好威個威，即係食字啫，威威波咯。咁啊，梗係威啦，又做局長，又做副嗰陣時諗住做副財政司司長㗎，睇住莊爭，諗住做即係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黨委書記。諗住做嗰份工嘅大佬，係咁啊，梗係威威哥啦，威威波啦，溫嚟嘅大巴，咪就係個財政司。
永遠都係喺大陸啊！你知唔知坐喺門口掃地嗰個係最大㗎？嗰個先係黨委書記啊！以前你唔知啊，你未去過大陸，你唔知啊，所以你傻啊！你真係個 number one 大晒，而家都係啊，市長話事嘅咩？得咁你而家講翻立法會點咧？開你點樣去面對啲立法會員啊？你點入去講僭建、講劏房、講乜講物啊？執行唔到工作㗎啦，冇得做㗎，執行唔到工作。即係梁振英死咗條心啦。我估佢係想攬到9月10月咁多過12日好睇啲咯。咁啊俾你嗱，咁啊唔好俾我講咗，俾你夠你24日咯。你點對住鄉議局嗰班鄉紳啫？你點同佢哋搞僭建呢？喂，你講我而家我第一個出聲啊！你拆我？係咯，你拆咗個陳茂波啲咩啊？仲有，我而家叫我吹水我啊！嗱，你係政務司司長啊！你話一視同仁噶，你話啲名人同埋嗰啲高官嗰啲僭建優先處理啊！而家唔該你攞翻唐英年嗰把尺出嚟，用唐英年嗰把尺去對付陳茂波。因為你基本上第一去報 ICC， 係冇錯，劏房基本上都係違反咗即係建築物條例。呢一個亦都係即係作為問責咧係講不通嘅。好啦，咁我問下兩位啦，既然係咁啊，不過45分喎，啲同事話要去廣告。有大班喺度嘅，聽下我哋有幾多廣告。好啦，大佬最緊要就你冇噶啦，聽下廣告先啦。就你風波再現，還聲於民。DBC 一台數碼大聲台，發燒玩家 Pure 真音樂，靚人靚聲。有謝安琪。咩為之玩？梗係會令到大家好有樂趣，繼續玩落去，同埋玩呢可以玩得好精細嘅。留意今個星期日晚11點到凌晨1點 ，DBC 一台數碼大聲台發燒玩家 Pure 真音樂靚人靚聲，係由純創造經典嘅英國 Pure 特約贊助播出。就快去旅行，執行李未啊？執好啦。咁你上網登記咗外遊提示服務未啊？係喎。登記外遊提示服務係免費㗎，去旅行前提供聯絡電話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遊警示。遇到緊急情況，政府仲會聯絡我哋，同幫我哋添。咁去旅行就多個照應，玩得放心啦。登記外遊提示，旅程安心寫意。詳情請瀏覽香港政府一站通網頁。你有你講，我哋一定聽，一定俾你講。十級自由風，還理於民。18721111 DBC 一台數碼大聲台。好，黃師傅呢個咧就今日係我同你嘅主場呢個直播室我哋有嘉賓，我哋呢個嘉賓咧就係朝頭早先係主場，不過佢冇辦法啦，佢用另外一頂帽坐喺度鎮住，我啊驚拉閘鎖人，我哋真係都要靠佢頂住。咁啊，我哋不過咧6點鐘我同大家呼籲一下，有好多網民認為大佬啊又話5點半講，不過咧大班認為咧6點半後新聞後咧用足2個鐘頭120分鐘俾大家。6點後咪6點半後，你講6點半後啊？6點後，好啦。18721111，大家打定電話嚟報名先，同大班直接。冇錯啦，陳茂波事件講多10零分鐘啦，我就想請教大家，用你兩位嘅判斷，一個用掛嘅判斷啦，一個咧就用資深傳媒人做咗1屆嘅檢光嘅立法會，你知唔知點講噶？係點咧？堂堂1屆立法會1屆嘅立法會，你做咗幾屆？我多到都數唔到，唔知4屆定5屆。你就只可以講堂堂4屆立法會員，即係堂堂1屆立法會員，梗係威啲啦。你都唔識，你唔識中文阿 Q 就即係阿 Q 啦。嗱，好啦，講翻 CY 量啦。如果咁嘅局勢，你哋覺得究竟梁振英陳茂波你就話10零20日啦，我就覺得長啲嘅。但係 CY 佢又坐得而家我就開始有啲即係開始有少少我認為咧中央又係同阿 CY 嘅諗法係一致嘅，係就話一個董建華俾你整走，第二個即係任權臨尾都俾你搞黑佢，第三個做冇幾耐又要喐佢，我又係好冇面，即係一成日中國人講一樣嘢咧就 face 問題，面子問題係落唔到台嘅，而家中央你明唔明啊？嗱，所以佢就唔會喐佢嘅，應該就盡量希望咧保住佢。而梁振英當然細神劈語話佢搞得掂，但係問題係如果而家呢個問題咧出現咗呢個威威波之後咧，
佢兩個慘啦，攬咗叫陳茂波啊！大家聽呢個叫做咧唇齒相依啊！嗱，呢個問題就係咩咧？唔使起卦嘅。如果陳茂波死，梁振英又死，只有攬住一齊死。喂，中央點保你啊？冇錯。喂，你淨係揾你淨唔係？如果佢要落台啊，如果陳茂波又係落台啊，唔保佢噶啦，保唔到啊！因為你都唔知下次佢揾一個嘅大佬。唔係個問題啊！你又扇咗中央一鑊嗱，你今次攞個名上去，中央已經玩佢噶啦，遲遲唔批，玩多你幾日，OK？ 玩多你頭幾個禮拜，喂，好啦，咁你話佢冇嘢啦嘛？今次嗱，如果我係中央，我諗我哋講 common sense 冇料噶，差仔料都冇呢啲。你攞個名上嚟，阿爺，嗰個辦公室乜乜辦公室，我唔識呢啲中央呢啲嘢啦，結構啦，就一定會問翻 CY， 打個紅色電話好，打乜都好，喂，呢個掂啊嘛，冇嘢噶啦嘛，係冇噶啦嘛，梗會咁問。梗會咁問喎，因為已經信唔過啊！即係如果以往咧，曾蔭權可能佢唔會問呢啲嘢，就可能問第啲嘢。喂，呢條友係唔係愛國㗎？又好似以前國民主黨啲僆嚟嘅喎，即係譬如咁講話，呢條友可能大班又好老友嘅喎，咁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會唔會問？喂，掂唔掂？今次佢一定會問。喂，有冇料俾人刮㗎？嗱咁CY 當然就一定係話冇，咁佢咪委任佢咯。喂，唔夠一人，我諗而家中央興個火勢，又一鑊嘅興係興咩？第一興 CY， 興咗陳茂波，冇陀衰家。第三興香港啲人啊，咁衰嘅香港啲人，香港啲人真係衰嘅，香港啲傳媒真係賤嘅。因為你唔委任我唔爆住咯，咪所以有咩辦法唔封你嘅電台先得噶？就係你啲傳媒賤啊嘛，你明唔明啊？咁都俾你可以兜到嚟講我哋呢個電台真係，即係而家呢個講緊威威波同埋 CY 嘅政治生命有幾長？我自己咧嗱，連體嬰，你咪連體嬰嚟嘅，我自己即係兩個連體嬰。冇錯嗱，如果以大班一個堂一屆立法會議員嘅分析咧。我就覺得嗱，我又同意佢一半。同意邊個一半？我同意你一半。多謝你啊，好少有啊，唔好同意好啲啦，係我唔想你搭沉船啊。我自己咧覺得咧，即係一定要佢，因為有幾大任務在身啊。問題就係佢而家一個國民教育同埋將會攞上嚟嘅2017年嗰個特首選舉嗰條草案啊，究竟個門檻有幾高咧？嗰個要靠佢嚟頂。我估就喺嗰度咧，一定係3殺位。一出完佢再俾人搞到一鑊粥咧，咁嗰陣時先拱佢走咯，冇辦法啊，保唔到咁耐。我又咧加把口啊！我同意你呢個分析啊！我冇聽唔清楚你講乜，不過你 inspire 咗我一樣嘢就係話咧，既然咧如果我係中央啦。既然呢個友都衰到冇到貼地嘅呢個梁振英，係啱啦。嗰啲人封咗 DBC， 跟住23條搞埋佢啦。你搞晒先走啦，唔該你一次過搞掂佢。你講嗱，我自己覺得就係有咁嘅味道喺度。嗱，咁你係老共，同埋定係咁啦。仲有一樣嘢好危險嘅，你知唔知點解我好危險咧？因為我哋越喐啊 CY 咧，你越逼佢走咗去一個不歸路啊。你咪呢啲你起卦起到嘅啲不歸路咧，佢係乜嘢都做噶啦，佢就根本唔要面啦，亦都唔需要理民望，唔單止浮雲啊，呢啲叫做民望如廁紙啊。咁有個變數啊，大班今年年底咧18大換屆嘅，當時係習近平同李克強負責噶啦，件事就有變數喺度噶啦。依家嘅攬住，呢啲我唔識嘅，到時候係唔會再攬住佢咧。即係講到共產黨啲嘢，我即刻唔識噶啦。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覺得佢可能就係會孤注一擲。就係咁啫嘛，即係老共，我已經衰到貼地啊！老共話我已經衰到貼地，喂，有啲任務我唔該你攞住去做埋佢，趕狗入窮巷，其實唔係幾好嘅。我哋應該而家開始支持 CY。我就話孤注一擲啊！你話趕狗入窮巷咧，你講嘅啫，大佬。我哋要支持阿 CY 噶啦，係嘛？因為等佢高翻啲民望，等佢唔好做啲嘢去到咁盡。係，可能我哋由今日開始呢個台咧，為咗第一不被封殺，第二咧可能要轉下態，要支持 CY。又為香港好嘅就整體利益嘅，1872111啊！大家啲整體利益嘅咋，可以講嚟聽下，你係同唔同意大班呢個分析？為求唔好趕狗入窮巷，唔好俾佢孤注一擲。趕狗入窮巷，咁你要換主持人啊，大班。哇！你講潮州話嘅點解你？你要換，喂，你要換好多呢個時事節目主持人先得噶，大班。
都要清洗一輪嘅內部都。喐咗你就得噶啦。主要係我就係咪？第二個就係副，我係癌症啊嘛。唔係啦，防止擴散講啦。即係總言之咧，大家都覺得，如果而家我哋呢幾日不斷都係講緊國民教育，咁呢個國民教育已經搞到咧全城。大家已經對於呢個政府咧呢種無能，呢種係要強行推出嚟嗱，唔理民意等等，跟住而家整個威威波嚇，咁我哋睇到 CY 佢自己嘅僭建又未解決得到，我相信呢9月9號選完出嚟嘅立法會呢，究竟陳茂波、梁振英點樣面對新一屆嘅立法會？不過呢，如果你睇到新一屆立法會嗰啲報名啊嚇親你。係啊，雖然我咧，琴日我已經將好似貼馬咁貼噶啦，不過張繼軍冇帶嚟，因為今日都唔使有時間講啦。我哋慢慢講。但係你睇到功能界別有咁多人自動當選，你就覺得你唔好以為梁振英喺背後做唔到啲嘢。所謂嘅政治大和解，最低限度喺功能界別某程度上面做咗啦。佢嗰日咪又喺立法會車大炮咯。係咯。佢話立法會選舉，佢答啊何中泰話冇梁營嘅。只有香港型嘅，我睇住佢搭擘大眼車大炮，你明唔明啊？點可能冇先得㗎？梗係啦。不功能組別你係唔有期望嘅，陳家富唔應該有期望。唔係啊，你當呢35個人係壞人得㗎啦，其實即係意思就係咧，我當然對佢冇期望啦。即係話咧，其實開頭我哋喺度諗，哇，點樣梁營插入去喺過去傳統唐營，或者係真係。兩邊營都冇乜特別，不過係功能就係功能，商界就係商界，大孖沙就大孖沙。咁但係最低限度你睇到有一啲咧，係竟然係唔係連任，即係竟然得一個人嘅候選人，咁你就知道功能界別佢已經攞到一手噶啦。所以呢個咪就係反映到功能組別咧，唔踢走唔得噶啦。即係呢個就係個魔鬼制度。唔係你睇到嘅啦，嗰啲自動當選嗰啲咧，有啲係新人嚟。係啊，係啊。喂，好恐怖噶！點解可以一個人係啊，乜都未做過？我話俾你做立法會議員，你即刻有得做嘅。咁其他啲人自己散開啊嘛。唔係個問題係，即係睇到嗰種制度嘅荒謬。我知啊，所以咪一個同埋即係魔鬼制度。而家喐我哋 DBC 一樣，係完全係狼噶。佢直情係 don't care 啊。你明我就係喐你就喐你啊！我俾你俾邊個做都得啊！只要我 like 我俾你做。嗱，你話商界嘅嗰個林建峰都做咗幾屆啦，第3屆。我哋唔計啦呢個，我哋講商界第二一個叫廖長江。嗱呢個就大律師嚟嘅，大律師嚟嘅，呢個就商界，咁你就知道，即係紅色大律師嚟嘅。係咯，係咪？仲有幾個係第一次嘅，都係。唔係你集中討論啊！我希望你將來咧，你遲啲咧集中討論嗰啲第一次做嗰啲。係。即係何德何能？點解可以欽點去做嘅？係。咁你就見到咧，俾人讓路咯，即係話佢有個嗱，大家聽到。我哋今日就唔係講立法會，不過日後我一定會咧，我相信我哋會好認真地去分析。不過講翻梁振英喺如果功能界別佢攞到咁上下嘅班底在身，跟住地區直選嗱，佢而家就我相信老共就等睇下9月9號你梁振英喺立法會有幾多把炮，你又決定你嘅生死。所以呢一鋪9月9號咧，佢實係就同中聯辦。特別譬如你九龍東嗰啲，我已經聽到謝偉俊根本贏梗咁滯啦，冇可能唔贏，所以九龍東咧就建制派隨時就3個，然後民主派得2件，係咁簡單。咁你民主派得2件係好恐怖，不過喺傳統九龍東呢個曾經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嗰個，你係票王啊？梗係票王啦！嗰陣時幾多票啊？你有78000幾票，7萬幾先啊，都係都 OK， 都可以嘅。我有一年攞17萬幾都相差。你嗰啲係第新九組，你唔好呃。唔係新界2幾71年先啊。喂，但係跟住嚟緊呢屆咧，地區直選嗰啲超級區議員，喂，超級區議員隨便20萬票噶大班，你嗰啲7萬幾唔係啊，計比例嘅。我知計選民比例唔係咁計數噶。OK， 唔好喂，如果喺大陸啊，你攞50萬票啊，你都係排尾。喺地區直選咧，我都只可以講啦，因為我哋一路講緊陳茂波同埋梁振英嘅政治嘅生涯同埋佢嘅壽命，我哋相信咧就必定要等埋9月9號睇睇點樣處理。不過對謝偉俊咧唔睇好啊。
真係嗱，我話咩？其實咧，佢係氹佢咧，讓咗嗰個旅遊界個位出嚟嘅啫。佢係上咗當喎，今次嗱，你放長雙眼睇啊！佢上咗當收到嘅料又唔係喎。唔係你睇住你啦，佢上咗當嘅今次。因為中聯辦咧，大班基本上係冇一個佢認為一個專業講得啦，叫做都叫睇得有眼講起上嚟都定定當當咁，唔係好似你嗰啲咩姜肉堆嗰啲咁啊嘛，大佬啊！但冇辦法啦，佢已經係被犧牲嗰個嚟嘅。真係嗱，我呢個又即管9月9號有咁嘅機會嗱，我唔係話100%。我認為佢本來之前我都係咁睇，但係後尾睇咗個局咧，佢係被犧牲嘅。好，睇下我哋邊一個啱啦嗱，1872111嗱，再一次呼籲啦新聞之後咧，鄭經翰呢就以嘉賓嚟去進入我哋呢個直播室。係啦，講下 DBC 嘅風大雨大。所以我唔問你咧，你又唔好插嘴住。言論自由嘅問題，我哋呢兩個主持人問你問題，咁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111啦。